歡迎嚟到謝羅娜，從呼吸開始，揾返內在嘅滋養。如果呢個世界太嘈，我陪住你，將腦袋一齊帶返去平靜。呢度有一份安靜，有一個空間，等我哋一齊靜靜呼吸，溫柔同行。大家對搬屋有冇咩心得啊？或者有冇啲咩特別嘅經歷？因為我就嚟搬屋啦。其實我都算係一個成日搬 city 嘅人，即係可能呢10年嚟，我大概搬咗8個 city 啦。所以我對物件嘅斷捨離呢，其實都冇乜障礙嘅。但係呢，搬 city 唔單止係物件上嘅嘢，而係成個環境嘅改變。以前喺香港就冇呢個感覺，因為可能地點同地點之間都始終比較近啦。如果我係由 city 搬 city 呢，咁我就真係同個環境 say goodbye 啦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即係譬如一條你行過無數咁多次嘅街，但係你今次要行最後一次。你小朋友最鍾意嘅公園，今次只可以玩埋最後一次。一啲好熟悉嘅餐廳，今次只可以食埋最後一次。你可以話咁，你以後可以返嚟㗎嘛？係，但可能以年計咯。即係我都搬過咁多 city 啦，我都覺得自己呢對適應新嘅環境其實已經有一定嘅把握，亦都對自己 say goodbye 嘅能力呢，以為可以好灑脫，但偏偏今次呢，我係有啲唔捨得，即係好似有少少空隙咁樣。但係今次我就唔係諗緊自己係咩人啊，到底點解我會生存喺呢個 city 入邊噶？我而家做緊咩啊？我嘅屋企喺邊度啊？呢一種思鄉呢，其實之前我都有發生過嘅，但係今次就唔係呢個重點。今次只係想表達我對呢個城市、呢一個環境好唔捨得。當然我都知道啦，咁我都理解。我嘅唔捨得當中係包括咗一份舒適感、安全感、穩定感。唔捨得我最鍾意嘅公園，最鍾意嗰棵樹。唔捨得所有嘅生活便利，我樓下就有間七仔咯。我之前最近嗰間七仔仲要揸車去嘅，我可以行或者踩單車就去到 supermarket 咯。跟住去啲 city hall 啊，去一啲景點啊，睇花啊，博物館啊，我都可以好快去到，真係好方便。然後我1個月之後又要同呢個環境 say goodbye 啦。不過唔捨得話唔捨得 ，flow with it，don't fight it。唔好同自己硬碰硬，包括自己嘅情緒。當外在環境嘅改變，我應該點樣帶住自己內心嘅屋企去遠行呢？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幾適合講呢個話題，因為我真係經歷過，係有好多嘅唔捨得，但我可以點樣處理呢個情緒？呢個時候 mindfulness 就好重要啦。我哋唔好抑壓自己嗰份唔捨得，等情緒就好似風一樣，吹過你嘅身體，而唔係卡住咗喺你嘅心口。先由科學角度去講，當我哋離開咗熟悉嘅環境，大腦嘅杏仁核就會有警報，話俾你聽，我唔認得呢度喎，呢度唔安全，可能有未知嘅危險，成件事就會好焦慮啦。跟住呢，就配合埋呢個物理環境，你要搬屋，咁你要執屋，你要拎啲嘢出嚟，或者可能你要轉埋你份工，呢啲唔單止係體力嘅消耗，仲係一場神經系統嘅 overload。當我哋有任何焦慮感覺，我哋可以做嘅觀察下自己呼吸先，因為我哋有焦慮或者唔捨得嘅時候，呼吸呢就開始變得越嚟越淺啦，亦都越嚟越短。呢一種胸式呼吸係會令到交感神經一直處於興奮狀態，令你停唔到落嚟，
跟住就開始失眠啦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嘅重點可以放喺橫膈膜度。意外地，今次佢係我哋嘅救星。科學研究顯示，有意識咁啟動橫膈膜進行深呼吸，可以刺激迷走神經，傳遞一個訊息俾大腦聽。呢度好安全，你可以放鬆啦。所以今個月嘅體感體驗就係肺同埋橫膈膜。喺進入練習之前，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段說話。正如我所講，我搬過好多地方，所以我自己都對 flow with it 呢一種生活態度，我係有自信嘅。現實生活裏邊，當生活推住走，逼我哋向前嘅時候，有啲嘢我哋必須要學識，包括捨棄。捨棄唔代表唔愛，更加唔代表佢會被遺忘。無論係物件、人物，好多時候我哋以為擁有咗呢，先係對感情最好嘅交代。相反，有時需要好大嘅勇氣去放手，將嗰份最純粹、最美好嘅感情，安安靜靜咁放返喺心入邊。咁樣，無論你行到去邊，呢一份情感都係最完整，亦都係唔會被磨損嘅。用我自己做例子，咁多個以嚟，其實得 Melbourne 呢對我嚟講係最唔捨得嘅，並唔係個生活有幾奢華，或者有幾咁自在，或者有幾咁順利。喺 Melbourne 嗰段時間，係我最識得愛自己嘅時間，最識得為自己着想嘅時間，自由自在咁為咗自己生活。所以嗰時要搬，我最唔捨得嘅就係嗰一個自己。題外話一下，我都係覺得人要愛惜自己先，你先可以承擔到將來所有嘢嘅發生，包括認識到你啱嘅人。我都喺 Melbourne 之後先認識依家嘅老公。我嘅意思係，個重點唔係對方有幾咁優秀，而係你識得點樣喺唔委屈自己嘅情況下，去開始一個新嘅關係，開始識點樣去協調，點樣去尊重對方，亦都令到對方尊重你。所以 Melbourne 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回憶。我都會周不時諗起嗰一陣嘅自己，但我喺嗰度嘅時間其實好短㗎啫，但亦都係我最掛住嘅時間。我就將呢一份真係最純粹、最美好嘅回憶放返喺心入邊，安安靜靜咁樣留喺個心入邊，有一個角落永遠都係屬於佢。所以如果你有面對一啲唔捨得嘅關係、唔捨得嘅物件、唔捨得嘅人，我哋不妨試下呢個做法，將佢最純粹、最美好嘅感情留喺心入邊。當你捨棄咗之後，面對未知嘅將來，覺得驚，覺得唔舒服係正常嘅。未知嘅將來其實唔係得焦慮嘅，即係佢唔會淨係得你焦慮嗰一方面。我哋唔應該用我哋自己嘅恐懼去想象未來。與其不斷用個腦用恐懼去想象未來，不如用身體去感受一下依家嘅當下。最後一次行嗰條街，最後一次去行嗰個公園，最後一次望下個天空，最後一次回頭同佢 say goodbye。記住嗰個當下，記住自己嘅身體感覺，打開你嘅心口，深呼吸一啖氣，用身體去感受嗰一刻嘅當下。你會帶住呢一份感覺，呢一份力量，一直咁行落去。至於呼吸練習，下邊有3個嘅轉化練習，大家都可以喺嗰刻嘅當下去將呢一份情感收埋去自己身體入邊。
練習一：順暢嘅儀式，學識捨棄或者繞過佢。我哋試下鬆下你嘅膊頭，鬆下你嘅關節，再轉動一下自己嘅腳腕，感受下每一個關節中間嗰個空間感。即使你嘅心入邊有無數咁多唔捨得，或者無數咁多壓力，我哋都可以喺呢一刻放低佢。當你轉動關節嘅時候，就話俾自己聽，我唔需要同所有嘅障礙硬碰硬，我可以好似風一樣溫柔咁繞過佢。練習二：橫膈膜嘅空間清理，呼吸當下嘅勇氣。請你將一隻手放喺心口，另一隻手放喺腹部。喺你吸氣嘅時候，我哋用腹式呼吸，然後感受一下橫膈膜向下降，你個肚就會微微咁樣脹起。呢一刻就係為咗你新生活去騰出一啲空間。呼氣嘅時候，將所有不安、所有執着，隨住呢啖氣呼返晒出嚟。每一次嘅呼吸都可以係一個微細嘅重生。練習三：植入內在肯定句，去認領返你嘅主導權。我邀請你同我一齊重複呢幾段說話，將佢哋慢慢去記入你嘅細胞入邊。第一句：我選擇將美好放喺心入邊，帶住輕盈嘅靈魂出發。第二句：我嘅身體係安全嘅，我嘅呼吸係自由嘅。第三句：面對未知，我唔會再抗拒，我選擇隨風而行。第四句：我係生命嘅主宰者，我有權選擇優雅咁生活。今日嘅節目又去到尾聲啦，我哋今日講咗關於告別，關於流動，都關於呼吸。其實每一次嘅告別都唔代表真正嘅失去，有時就係為咗俾自己有更加多嘅空間，去迎接一個更加宏大、更加自由嘅自己。呢個都係當時我離開 Melbourne 嘅理由。我想挑戰自己，我想有一個更加自由嘅自己。所有嘅關鍵其實唔係勇唔勇氣，而係你願唔願意放下對抗，放下所有生命或者生活對你嘅衝擊。即係好似你一條河行緊，你會每一個石頭都會踢開佢啊，定係繞過佢繼續向前行？又或者你係風，面對每一棵樹、每一座山，你會夾硬衝擊佢啊，定係繞過佢？關鍵就係在於你願唔願意放低對抗，認領返你作為生命主宰者嘅選擇權。如果你而家都企喺人生嘅轉捩點，或者經歷緊一個唔捨得嘅告別，我想邀請大家留言講一下你對舊生活想講嘅說話。我希望呢度係一個安靜嘅空間，等我哋做一個最真實嘅自己，或者簡單講一句對舊生活嘅多謝。我哋喺文字裏邊完成呢一場溫柔嘅交接。然後我都準備咗一份當你情感崩潰嘅時候，幫你揾返呼吸嘅急救包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你留言溫柔告別，我會 send 返呢個急救包俾你，一齊陪你度過焦慮。今日嘅心靈旅程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喺流動之中都會見到你自己嘅力量。我哋下次見。